再來看南投的日月潭有一欉水流啊，高一欉佇湖中有人講做成親像世界真出名紐西蘭南島的一欉，全世界上高端的樹啊。也毋過，即屆包圍風颱掃過，日月潭的這欉水流啊嘛無去咯。民眾是講實在真無彩。風颱掃過，生一日月潭這撮水流啊，煞予風颱掃啊倒落去。風颱過了後，當地民眾經過日月潭，發現予人叫做日月潭的高端樹的水流啊已經斷去。民眾表示，即馬看起來只剩打去的樹枝，感覺有一寡遺憾。差距蠻大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想去看、想去玩的，要早一點去，不然可能一個颱風來就沒了。那個網絡上面的照片好像不太一樣，來到實際的時候就看到就覺得就是被颱風打倒這樣子。生一日月潭的這欉水流啊，靠流的時陣親像鋪潤的一欉高樹，水量較濟的時陣，就挖入日月潭的水面，樹影照到水面上，看起來是不止啊好看。因為騎腳車騎入日月潭，環潭自行車道袂當看會到，所以嘛吸引到真濟人來翕相打卡。專家講，水流啊是台灣特有種，真高生態，真濟所在攏有。啊，毋過真濟人誤會日月潭這欉是強要絕種的白水流啊。水流啊，差白水流啊，一般人足歹分的。白水流啊，就較白啊，水流啊較烏。啊，另外一個就是葉啊，白水流啊是愛心型的，水流啊伊就是直直袂凹進去。水下流伊必須愛佇個濕地啊是較淡的所在，伊敢有法度好繁殖，所以伊就變足少的，變瀕臨滅絕。本處後續將視評估的狀況跟方案來進行樹枝現場樹枝的一個修剪作業。日月潭管理處講，會派人去現場看受損的狀況，因為現主時水位較懸，初步判斷是面頂斷枝，會去研究敢有法度來搶救，也是愛訂正，想辦法保留這個受歡迎的日月潭翕相的景點。記者陳秀蘭台報道。